宝山公子，宝山公子，宝山公子，谁？宝山公子，是你吧？是你不是啊？我是包世荣啊！哎呦，你找的我好，狗啊！哎呀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阁下就是那会钻地洞的钻山鼠许庆吧？正是一家三爷。久仰啊！彼此。哎，你叫什么呀？本官孙荣。孙荣？孙荣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对，孙荣不是东西是吧？闭嘴！你小子死到临头了，还敢辱骂本官？给我带走！住手！我告诉你们，我来这儿可是太后倚了旨的，谁敢动我，想想你们头上的沙瓜窝！带走！不要沙瓜窝了，你们啊！哎，带犯人。都在啊！辛苦，辛苦啊！哎呀，那这客气点啊！哎呀，都在啊！久仰。大胆狂徒，公堂之上居然敢嬉皮笑脸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！哎，谁说老心要死啊？老心还得活着喝太后赏的御酒呢。下跪何人？老心啊，报上名来啊！我免贵，姓徐，名庆，徐庆。你可是开封府御前6品带刀侍卫徐庆？对，是我。你身为朝廷命官，应该深知国法，为何深夜闯入大牢？你闯入大牢所为何事？受何人指使？快从实招来！行，行，凶什么凶啊？我告诉你，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，那就快讲。行，我说，我告诉你，我是受了太后倚了旨的。胡说！太后怎么会下懿旨让你私闯大牢？老官，不信是吧？不信你去问太后啊！一派胡言！来呀！给我大刑伺候！哎，等会儿，想伺候老心儿吧？行啊，你们想好了，现在你们伺候了我，你们一个的模样，我记得是清清楚楚。到时候伺候完我就去告诉太后，我让太后砸了你们这吃饭的沙瓜瓜。给我用刑！且慢。徐庆虽然粗俗浑浊，但亮特也不敢以太后的名义。我想此事一定与太后有关。大人，这分明是徐庆扯大旗做虎皮，假用太后之名在恐吓我们。本官以为还是明日奏明皇上，请求圣裁为好。大人，明日面见圣上，我们只需将徐庆私闯大牢之事奏明，万不可将太后牵扯进来。却是为何？本官以为，无论此事是否与太后有关，我们都不能当着这些大臣的面把此事抖落出来。假若太后真的与此事有关，她得到消息，自然会有反应。孙大人此言有理，要为尊者会养。二位大人说的极是。来啊，将徐庆打入大牢，暂且严加看管。且慢，这个徐庆素有缩骨之功，大牢的栅栏根本锁他不住，那就用铁锁链给他锁上。哈哈，哎，铁链锁不住老筋儿，哎，客气点嘛。我告诉你，
除非是用了进了水的牛皮筋儿能捆住老仙儿，其他没办法。我不说，谁都不知道。来人，马上多找几个牛皮筋来，用水泡胀。哎，你们怎么知道的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那矮脚老四告诉你们的吧？你算说对了，就是那个矮子老四蒋平告诉我们的。又招了老四的大。启奏皇上，昨晚京城接连发生2起凶杀案，仁和县的程差，也就是前来东京告状的赵庆，被人杀死在客店之中；还有一位押解包世荣回京的介差，也被人在闹市之中砍死。何人如此大胆，竟敢在京城肆意行凶？凶犯可否拿下？回皇上，凶犯正在追查之中。万岁！昨晚开封府御前6品带刀侍卫徐庆私闯天牢，被当场拿获。徐庆竟敢私闯天牢！万岁！臣以为赵庆、郭洪被杀与徐庆私闯天牢是一次有筹划的统一行动，其幕后主使就是包拯。庞爱卿，你如何知道此事视为一体，而且与包拯有关？万岁！那赵庆就是状告包世荣的原告。昨天，郭洪在公堂之上又指证包世荣和包兴曾经见过面，包拯指使凶犯杀害这2个人，就是企图吓退在状告包世荣的人，以儆效尤。如此，至于徐庆私闯天牢的要由，那就是鸡吃萤火虫，心知肚明。包拯，臣在。你可还有什么话说吗？臣无话可说。看来你已经不想为自己辩解了。臣就是辩解，怕陛下也不会相信。大胆！你是说这已经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了吗？微臣不敢。启禀万岁，这几件事做得丝丝入扣，天衣无缝，臣就是想辩，也无从辩起。包拯，在铁板钉钉的事实面前，你还想狡赖吗？你除了低头认罪，别无选择。庞太师，包拯真是糊涂啊！竟然在一夜之间做出这等连自己都说不清楚的糊涂事来。万岁，包拯这是有意狡辩呀！如果说此事与他无关，那又与谁有关呢？又是谁说是徐庆私闯天牢，与包兴、包世荣串供呢？包拯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臣无话可说。请万岁降旨，将包拯交与大理寺治罪。请万岁降旨，治包拯之罪。事情已经这么清楚了，还有什么好审的？来啊，削去包拯头上乌纱，削职为民，立刻离京回籍，不得延误。臣遵旨。太后，太后，太后，什么事啊？慌慌张张的。老奴刚刚听王禄说，今儿早朝之上，万岁已将包拯削职为民，驱逐出京了。啊！哎呀，娘娘，包拯不死，后患无穷啊！你还担心他会死灰复燃？只要不死，就有可能。就在有一天，万岁再让他重新出山，那个时候的包拯已经不再是那个铁面无私、清正廉明的包黑子，他跟其他人并没有任何区别，对我庞氏一族也再也不能构成任何威胁。万一要是查出真相呢？你不是这次做的天衣无缝、神鬼不知吗？可他是包拯啊，你就是给他一根牛毛，他也能钻出9头牛来。何况
他手下还有一帮精明强干的喽啰，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。那你为什么不趁着万岁削去他官帽的时候，捎带着提出对他手下爪牙的处置？正当老臣开口之时，不知何故，立马被万岁打断。立马打断？是，所以老臣才放心不下呀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为何事先不跟我打个招呼呢？相爷，是我跟三哥说的，万一看见了人，干脆就说是太后叫他去的。哎呀，更是胡闹，怎么能把太后牵扯进去呢？禀相爷，蒋平心中有个计较，就是要把太后牵扯进来。咱们把这潭水搅得更浑、更稠、更黏，不好吗？可是今日早朝之上，不管是文彦博，还是孙荣、廖天成，却都没有提及此事啊。相爷，会不会是老三忘了呢？不会，大哥。我三哥这个人呢，平时虽说有点浑浑噩噩，但是这么重要的事，他不会忘。孙荣他们也不蠢，一定是知道了你们的用意，故意避谈太后之事，坚决不让万岁知道。四叔，哎，你别看我。四叔，我问你，我们家那臭老仙是不是被那谁关起来了？谁告诉你的？哎，你就说是不是吧？三嫂，我跟你解释，我们现在正在谈正事儿。我跟你出门说，出门说。不是正事儿，我这老仙的事儿也是正事儿。是，你说是被关起来了。行。三嫂，你听我说。什么呀？说什么？俺是要找老仙儿。知道你要找老仙儿。我三哥呀，他现在是在大理寺里面。大啥寺？哎，不管你那大啥寺，你就告诉俺那和尚庙在哪儿吧。大理寺不是和尚庙，那是朝廷上审理案件的衙门。啥？老师被抓到衙门里打屁股去了？没，别着急，没有打屁股，哪有那么严重啊？我三哥去那好酒好肉招呼着。不可能，你骗俺！那衙门可不就是专门打屁股的地方吗？俺知道。没有，还挺聪明。我跟你说啊，那别人进去有可能是打屁股，我三哥进去那就得好酒好肉的招呼着。你知道为啥？因为我三哥是太后他老人家请过去的。太后是个啥玩意儿？太后不是个啥玩意儿。那太后是个玩意儿。是啥？哎呀，我问你，天底下谁最大？俺家老仙儿啊！胡说八道吧你！天底下是不是皇帝老儿最大？太后是谁？太后是皇帝老儿他妈。你想想，我三哥要是傍上了太后，将来这大鱼大肉、好酒好肉还能少啊？俺找他也。哎呀，三嫂，你别说风就是雨啊！那是个衙门，衙门一般的人是不能进去的啊。俺不管，俺要去。俺是老师的老婆，老师在哪儿，俺就在哪儿。你还有完没完啊？你叫什么呀？那个地方是办公的地方，你居然妨碍公务，你知道吗？妨碍公务就打屁股。四爷，三嫂，四爷既然刚才已经说了，废话，三爷过1-2天就回来了，你就不要着急了，咱们再等等看，啊。你听亚兰姑娘的，你听话啊！你们待会儿上街买点吃的哈，去趟相国寺看桃花什么的哈。我回去了啊！哎，慢慢的啊。三嫂，不哭了啊。万岁果然是仁义之君，不杀包拯，放他一条生路。杀他，罢他官儿。对朕
对他，对我大宋朝都是一样。当初那位铁面无私的包拯，已经永远死了。万岁也不必过于伤心，奴婢就不相信咱大宋朝再也不会出现第二个像包拯似的人物。谈何容易哦！数百年来，历朝历代，你扳起手指头数一数，有几个像包拯这样的清官啊？3个、5个，还是数得出的。那贪官、庸官有多少呀？那就多的是了，多如90头牛身上的牛毛。是啊，所以你应该知道，这包黑子在朕心中有多重了吧？万岁这般痛心，为何没在包拯犯事之前，让他大开杀戒，多斩几个贪官？这愚蠢的狗奴才！朕当初要是放手，让包拯大开杀戒的话，这满朝上下不就杀的只剩下朕和包拯2个人了吗？太后驾到！母后万安。太后晚安。平身，你们几个都下去吧，哀家有话跟皇上单独的说。你把包拯罢免了？他这是咎由自取啊！皇上，都怪哀家，是哀家让卢芳叫那徐庆去的。母后您就别这么大包大揽了，没用的。别说朕不信了，满朝文武只怕没有1个人会信的。这是事实。真是母后所为。正是。这卢芳怎么也这么糊涂啊？当时，卢芳也劝说哀家，可哀家认为他胆小怕事，想保住自己的官帽，一时心急，生生下了这道懿旨，造成这般局面。唉，可事已至此，就算母后现在站出来说出实情，唉，只怕不但没人会相信，还知道是母后过分偏爱和偏袒着包拯了。这么说，皇上也不相信？所有人都不相信的事实，就跟那谎言没什么两样了。如此说来，这一次包拯就没救了？母后，儿臣并未杀他呀。这跟杀他没什么区别。活着总是有希望的。什么意思？母后，这包拯绝非等闲之辈，若此事真与他无关，迟早他会查个水落石出的。可是他已经无职无权了，这样反而对他更为有利。母后，您应该相信这包拯有这能耐吧？娘娘，太后已经离开御书房，回到仁寿宫了。好，你下去吧。是。本宫立刻去御书房面圣。老夫在此恭候娘娘。臣妾叩见万岁。爱妃请起。谢过万岁。赐座。爱妃今日前来，可是有事？
万岁，臣妾听说那包拯犯下滔天大罪，万岁却只让他削职为民。臣妾以为万岁实在是过于宽大仁慈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这包拯对我大宋朝也是立下了无数的功劳，朕不忍杀他。万岁不杀包拯，只恐百官不服。他现在只是一介草民，随便走在大街上，任何一个人拿起一根棍子都可以取了他的性命啊！万岁的意思是？没什么意思，朕只是随口说说。臣妾也没有把万岁的意思往一边理解。那就好。万岁只处置包拯一人，可他那些手下党羽却都留在东京。臣妾实在是担心，那些野性未泯的荒野蛮贼会趁机扰乱京城治安呢。朕已将张龙、赵虎、王朝、马汉同时革职，让他们各自返乡去了。真正危害最大的，应该是那几只老鼠。还记得朕当时加封的三属时，曾跟你说过什么话吗？万岁的话，臣妾未曾忘记。万岁曾对臣妾说，加封那三属是为了诱捕另外2属。那你说，若是朕将那徐庆明日推出西市口与53颗问斩的话，将会引出什么事儿来？那另外2属很可能会去刑罚场救人。不止东京的2属，连城中的2属应该也会闻风而来吧？啊，万岁正好趁此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。诸位最近都辛苦了。各位大人，宫里王公们来了，请各位大人接旨。知道了。诸位，咱们快走吧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即日起，革去开封府6品御前带刀侍卫王朝、马汉、张龙、赵虎之职，着与包拯同时离京，各自返乡为民。钦此。领旨谢恩。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包大人，请起吧。包大人呢？听说您老家合肥还有些田产，想必回去不至于挨饿受冻吧？是，孝民在老家还有一些薄田瘦土，勉强可以度日糊口。王朝啊，你们几个追随包大人替朝廷效力之前，都是些无家可归、占山为王的草寇，此次又同时被革职，今后有什么打算呢？回公公的话，小民目前还没有好的主意，但是请公公放心，我等绝不会再回山寨为寇。既然如此，本公公倒是有个主意，请公公赐教。你们追随包大人多年，现在又同时被革职，就不如跟着包大人回合肥老家去。他好歹有几亩田土啊，他要是有口干饭吃啊，也不会不给你们一口稀饭喝啊。包大人，您说是不是？是，只要他们愿意跟着小民，小民一定把他们当做自家人一样。你瞧瞧，你瞧瞧，你瞧瞧你们包大人，这脸上黑漆麻糊的，怪吓人的。其实啊，也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。那合肥路途遥远，这一路上也不太平啊。啊，他万一要是钻出来个豺狼啊、虎豹啊，有你们几个在身边吆喝几声，拿几块石头吓吓那帮畜生们。要是他一人的话呀，恐怕早就成为别人的盘中餐了。小民明白，感谢公公的良苦用心。
哎，本公公余奴，什么粮啊、熏啊、苦啊，这都跟本公公沾不上边儿啊！是小民遣词不当，请公公息怒。王公公，我们这算怎么回事啊？什么你们我们的？喂，王朝他们是护卫，我们也是护卫，干嘛只革他们的职，不革我们的职啊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。在新官没上任之前呢，谁都不能擅离职守。谁要是敢不听招呼，后果自负。岳父大人，您慢点儿。岳父大人步步妙算，那包黑子差一步他就进了阎王殿了。那咱们下一步是？我已派人送信，连夜去陈州，让庞玉迅速将包世荣押解进京。公堂上我们需要一个假包世荣，刑场上则需要一个真包世荣。妙啊！不过陈州至东京路途遥远，咱们可不能出现上次黄金被劫之事。上次黄金被劫，是因为有内鬼呼应，这些人见财忘义，里应外合。这次押送的是个大活人，谁会对一个将死之人感兴趣呢？啊，只要对押送之人申明赏罚，即可做到万无一失。皇上担心庞贼会加害相爷，所以才派王朝他们跟随相爷一起回乡。万岁爷在这个时候还在惦记着微臣的安危，实在是皇恩浩大，宅心仁厚。相爷，学生并非公职，只是相爷的私人事业。相爷不在，学生也不能留下了，就让学生跟随相爷一起离京吧。走吧，你们都走吧。你们一个个都走了，剩下我们，好生郁闷。江湖呀，徐护卫都是因为我包拯才引火烧身的。我现在除了惭愧，无能为力。我希望要能想出个万全之策，将他搭救出来。包大人，我就说个不该说的话啊！当今世上，除了太后，没人救得了我家三哥。太后，我能不能想一个万全的？相爷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相爷，关在牢里的包世荣是假的。假的？真的包世荣被彭宇抓起来，关在皇清花园的地道里。什么？相爷，快坐下歇一会儿。这个消息可靠吗？季才花去皇清花园的地道里看到过真的三公子，还与三公子说过话。太好了！对不起啊，我的意思是，这是好事啊，相爷。难怪这个家伙在大堂上什么都肯招啊，一口咬死包兴啊，就是咬死相爷您。原来这个混账是个冒牌货呀！那还等什么呀？咱们即刻赶往陈州，把真的三公子给救出来呀！不可以。怎么？我路上想过了，暂且不可。为什么呀？一旦这边有任何动静，那庞贼就会杀人灭口，消失匿迹。到时候，假的包世荣就会一顶到底，相爷只会更加为难。岳公子说的对啊，相爷，要不要先禀告皇上，或者通告太后？恐怕也不行，皇上的圣旨还没到，人恐怕早就被杀了。这样也不行，那样也不行，那到底怎么样才行嘛？安静一下，相爷。这一次要绝对的稳妥，人没有到汴梁之前，绝对不能让个万岁知道一丝的风声。哦，相爷，那咱们怎么样才能把真三公子弄到汴梁来？岳公子，凭陈州现有的人手，救出包世荣有没有把握？这岂止是陈州的人手啊，我们4个都已经被革职了，全部都可以去支援。不，
你们留下来保护相爷。越是紧要的关头，越要提防有人狗急跳墙。如此说来，这不是声张的把包世荣押送到汴梁城，便是眼下的第一步了。对，只要在刑场上一亮相，总有安徽出来的官员和百姓认得他。那包拯怂恿子弟横征暴敛、欺压良善的罪名，就算是坐实了。妙妙妙！如此一来，就算那包辉子真的哪天暴死在荒郊野地之中，那百姓也不会同情于他，只会觉得死有余辜，活该。就是这个道理。只是，小婿还有什么不放心吗？虽然咱们现在步步顺利，但仍不可掉以轻心，要防止开封府那会儿听到什么风声，到陈州去找麻烦。卢芳和蒋平已经被钉死在开封府，我们只需每日过去点卯，只要发现不在，即刻采取措施。至于王朝、马汉等4人，为了保证包拯的安危，我想他们一刻也不敢离开府邸。这么一来，就只剩下陈州的汉章和白玉堂了。只要我们严加防范，他们即使听到风声，也会因投鼠忌器，不敢轻举妄动。没错，因为夹在包世荣脖子上的钢刀，握在我们手中。我想过了，我现在赶往陈州，与二爷、二嫂还有五爷会合。到时候沈仲元再做内应，我们5个只要运筹得当，很有可能将3公子救出来。你怎么不把我算在里面啊？我跟你一起去陈州。你是朝廷的人，怎么能说走就走？我不干了，我挂印辞官，让他们通缉我去。他们只要发现该在的人不在，就会通知陈州方面。现在3公子的性命可是攥在人家手里，发现情形不对，就会要了他的命。另外，等把那真包世荣押到了汴梁，那2只老鼠定会闻到风声赶来的。到了那时候，我就准备好了下一个手段，准备把他们一勺烩呀。妙妙妙！岳父大人如此老啊！小婿的意思是说，小婿对岳父大人那佩服的是五体投地。虽然你们都不能去陈州，不过为了增加人手，我想雅兰姑娘还有秋葵可以跟我一同上路，她们都是女流，不会引起太大注意。也只好如此了。那一切都仰仗岳公子和陈州诸军了。相爷，我等会竭尽全力。王朝啊，我看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，尽快的搬出开封府，免得让对方看出太多的破绽。是。相爷，秋葵不见了。老伯，找你呢，老伯。哦，小女子这厢有礼了。你这个女子啊，看上去这么粗蛮，还懂点礼数。你要打问什么？啊，老伯，我想跟您打听一个那个叫大什么寺，在哪儿啊？哦，寺庙。啊，对，就是那个大什么寺？大相国寺。不是，叫大，反正它前面是个大，后面是个寺，叫大什么寺？姑娘，我们汴梁城啊，只有这个大相国寺啊，前面有个大，后面有个寺。大相国寺。四叔好像也说过这个名字，那要不就是这大相国寺吧？那。
我这么大岁数，我能骗你不成？哎，这个大什么寺啊，就是大相国寺。是，哎，那你告诉俺，那大相国寺它在什么地方呀？哦，一直往前走，见到十字路口右拐弯就到了。到那这你再问问别人吧啊。那个啊，谢谢啊。一直往前到十字路口右转。让开！哎，闪开！让开！说你呢，让开！哎，说你呢。哟，还真有不长眼的是吧？赶紧给我滚开！呀！哎，可不是俺打你哦！野蛮！俺不想跟你们打架，俺还有事儿呢，俺还要去找徐老仙儿，都赶紧散开！住手！都别动！老爷，他这一旦撒起泼来，哎，闪开！都闪开！这位姑娘，你别着急，本官有话。哦，你是关老爷呀？关老爷在上，小女子这厢有礼了。还懂得行礼吗？免礼。俺要去找徐老仙儿，他们不让，还打俺。哼！请问姑娘，你找的那个徐老仙儿，是不是那个叫做钻山鼠的徐庆啊？哎，是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是他什么人？找他做什么？俺是他老婆，他是俺掌柜的。他们说太后把老仙儿叫去大相国寺喝酒去了，这都去了2天还没回来，俺要去找他。原来是徐夫人，未婚的。哎呀，徐夫人，未婚的。好，未婚的。姑娘，他们可能是在骗你啊。据我所知，那徐护卫不是在大相国寺，而是在大理寺。对，我记起来了，就是大理寺。哎，关老爷，这大理寺是不是往前走，右拐就到了？向前走，往右拐，那是大相国寺，大理寺不在这边。那在哪边？这大理寺嘛，本官就是告诉你，你也进不去。我进不去，那俺不管，只要老仙在里边，俺就是要进去找他。他们要是敢拦俺，俺就揍扁他们。这样吧，本官啊，就看在你斯文礼貌的份上，给你出个主意，保证你能顺顺当当的走进去。好啊，哎，那你快说嘛。这里不好说话，咱们换个地方。来人，老爷，去把那个茶馆里面的人都给我赶出来，本官要跟姑娘说话。快点，把里面客人都赶出来！是。快点，出来！都赶紧出来！哎，走吧，快点，别人背负了。哎，快走，快！姑娘，本官告诉你，进大理寺的办法，请吧。